開始之前，睇兩段追加 VO。2025年超強颱風華加莎的共同訊息。呢場風認真唔簡單，威力同2018年嘅山竹有得揮。淨係講香港2025-923華加莎正式打到嚟，杏花村將軍澳照舊有海水倒灌，海洋公園酒店被海水撞爆玻璃，場面都幾嚇人。最終華加莎仲升級成為10號風球，掛咗超過10個鐘。當然啦，923咁重要嘅日子打風，肯定同嫲嫲牧師有關啦。今次就有4個共同訊息。華加莎嘅共同訊息。華加莎嘅華字就係木字邊加個華，華當然係指向嫲嫲牧師啦。至於木字旁就代表咗分享栽在溪水旁嘅牧師啊。至於呢個名嘅意思就係指快速移動咁解，印證小獅子喺過去5年嘅快速成長，亦預表未來1年石安將會迅速行動，完成醫療船嘅終極使命。華加莎同天鴿、山竹、溫黛並列香港超級颱風，講得係香港嘅超級颱風，原來全部都同嫲嫲牧師有關。首先，山竹呢個名本身就隱藏咗4794嘅寫法，而天鴿咪就係挪亞喺方舟上放出嘅嗰隻鴿字咯。嫲嫲牧師今年嘅生日感言都話，石安就係末世嘅挪亞方舟。至於溫黛，原來 Marvel 嘅角色緋紅女巫就係 Wanda， 佢第一次登場嘅年份係1964年，對應牧師今年64歲，而佢釋放嘅力量係紅色，亦對應咗牧師師母今年嘅紅寶石分。3. 牧師信主46週年同埋今年64歲，連繫高達動勢開展以及4號組嘅成立日期。啱啱講到華加莎呢個名可以印證小獅子極速成長，原來高達動勢開始嗰日就係2022年4月6日，同年嘅6月4日係牧師確立4號組成為教會部門嘅日子。46同64分別對應牧師信主46週年同埋今年嘅64歲，真係超勁。最後仲有一批文化密碼嘅印證，就請大家自己重溫信息啦。每次打風，除咗有風假之外，最期待嘅就係時事追擊印證篇，實在太精彩啦！哈！2. 嫲嫲牧師64歲生日共同訊息 Part 3。除咗華加莎嘅共同訊息，今次又發現咗3個印證牧師生日嘅共同訊息，一齊睇睇啦。1. 曼德拉效應系列第一篇訊息分享日期出現64。曼德拉效應系列第一篇訊息就分享咗英皇欽定本嘅至聖所 Holy of Holies 發生咗曼德拉效應，變成神諭 Oracle。而呢篇訊息嘅首播日期係2017年6月4號，又係一日都冇偏差嘅數字64，印證牧師就係 Walking Oracle。2. 希伯來文文化密碼64，聯繫挪亞與富足。喺希伯來文聖經當中，原來有2個字嘅文化密碼都係64，第一個係伊甸園嘅哈肥拉，而第二個就係挪亞，印證石安唔單止係末後日子嘅挪亞方舟，嚟緊仲會進入神嘅富足添。3. 1964年颱風路比更多嘅共同訊息。香港上一次出現2次10號風球，經已係1964年嘅事啦。當年其中一個風路比 Ruby， 除咗可以對應紅寶石之外，佢嘅生成同消散日期竟然係9月1號同9月6號，對應牧師生日嘅日期同另一個共同訊息數字96添。好，返嚟啦！今篇訊息繼續係郵輪之旅 Dreams Come True 嘅航海篇。嫲嫲牧師分享到，賜恩同4號小組小獅子能夠被神恩膏，訣竅仍然係性格啊！喺4號組發展嘅過程，面對仍然係模型小白嘅牧師，小獅子不但冇輕視，仲會尊重同學習牧師嘅美感，奉為金科玉律，所以就配得成為神恩膏嘅器皿，達至凡事盡都順利嘅級數啦。最後有 AA 夫婦近身助理同埋迎子嘅分享，就更加明白賜恩為到整個行程作出嘅犧牲，真係好感動。我哋都要好好效法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立即睇睇條骨先啦。Part 1，極致嘅品質嚟自配得嘅性格同恩膏。小獅子世代能夠被神恩膏，在於佢哋願意效法牧師嘅性格，願意咀嚼同執行牧師嘅指示，讓內心不斷被神煉淨，成為被恩膏嘅器皿，最終咪能夠凡事盡都順利咯。Part 2，聘禮就係新婦被提嘅最後標記。原來以色列嘅傳統習俗要求新郎要早1年送聘禮俾新婦，等佢有時間預備自己，執靚靚，裝飾整齊。所以新婦被提一定會出現嘅 marker 就係富足啦。當石安進入富足後，就可以倒數1年，等住被提啦。Part 3，郵輪部門訪問之 AA 夫婦近身助理及迎子篇。今次訪問 AA 夫婦嘅近身助理同迎子部，終於明白賜恩真係為咗郵輪之旅付出好多好多，所以我哋嘅付出真係九牛一毛，蚊比同牛比啊！而喺過程中，就算遇着幾多唔合理嘅劇情都好啦，而且萬事互相效力，最終神都一定同我哋拆掂佢，超感恩啊！好，一齊逐 part 睇啦。Part 1，極致嘅品質嚟自配得嘅性格同恩膏。講到4號小組嘅共同訊息，西巴就提到今次高達模型勁到震撼全船職員，係因為4號組一直跟足牧師嘅喜好同審美觀，不斷改善自己嘅問題，只能夠喺短短3年內從小白成為冠軍級人馬。諗翻起29年前嘅養分療法訊息，牧師只係不經意咁分享下，就能夠成為世界嘅答案。
咁高達係咪都一樣？只要係牧師嘅喜好，都能夠超越時代，震撼世人呢？嫲嫲牧師就回答，要睇清楚呢件事，可以分為兩個方向。一方面，神要讓石安祝福世人；另一方面，就係塑造我哋嘅品格啦。舉個例啦，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可以祝福到成個民族，係勁係緊要嘅。但同時，神最想塑造嘅其實係摩西本人啊。喺完成使命嘅過程中，摩西學識擁有神嘅品格，成為後世嘅榜樣，咁只係神嘅最終目的。好啦，睇返4號組，高達模型震撼到外邦人，咁梗係好啦，仲好榮耀神添。但更重要嘅係一班小獅子嘅成長，最終塑造出新虎級嘅性格啊！點做到呢？牧師就舉咗個例，當初大家都係模型小白，連 MG、HG 都未分到，但係小獅子冇因為咁而輕看牧師喎，反而佢哋識得主動過濾領袖嘅瑕疵，捕捉嫲嫲牧師認為靚嘅定義。當然啦，牧師帶領小獅子嘅時候，都會盡量講清楚每個標準，例如要巨大化、資訊量爆棚，咁先為之靚。跟住小獅子就會即時校正自己嘅審美標準，同牧師一致，盡力實現出嚟啦。呢份對受膏者嘅尊重同信任，咪就係佢哋能夠超頻成長，配得勝在更大恩膏嘅原因咯。哇，唔怪得4號組凡事盡都順利啦，感謝神啊！其實石安亦都一樣，郵輪之旅令船公司大讚 Amazing， 係因為過去咁多年，弟兄姊妹都願意完善自己嘅性格，追上牧師同神要求嘅程度。例如聚會要裝飾整齊，侍奉唔止要做到同做好，仲要成長到專業同極致，只係石安嘅 style。正因為我哋識得珍惜同尊重神嘅受膏者，恩膏就可以按住水向低流，從上而下，令石安整體都喺世人面前蒙恩。手所作嘅全部都係天花板級數，不能被超越啊！哇 Prize 2聘禮就係新婦被提嘅最後標記。啱啱過咗2025-923，文偉叔叔就問以色列嘅婚嫁習俗係當新娘收到聘禮之後，仲有1年預備時間，慢慢執靚個人，裝飾整齊。咁可唔可以對比布蘭登牧師早排預言嘅財富大轉移，就係新娘嘅聘禮？嚟緊我哋仲有最後倒數1年呢？嫲嫲牧師就回答：啱嘅，聘禮係新婦被提前嘅最後 marker， 所以牧師早就推測到今年只係吹角節嘅第1年，事關史上最大嘅財富轉移，新郎嘅聘禮仲未出現啊！其實呢份聘禮用嚟做咩呢？按住布蘭登牧師嘅預言，呢啲錢將會幫助教會傳福音、拓展事工，過程中亦會令新婦發展出更多神嘅品格，越嚟越似神，裝飾整齊，直到配得被提。所以牧師就鄭重提醒我哋，當財富轉移真係出現嗰陣，我哋收到主耶穌嘅聘禮啦，千祈唔好諗住買樓嘆世界，反而要付出更多，就好似千禧3部曲咁，盡量為無依人同千禧世代預備多啲嘢，等佢哋將來唔使咁辛苦啊嘛。例如太陽能板擺到幾十年嘅脫水食物，諸如此類。剩翻最後1年，我哋都要善用呢筆資源，為大災難同千禧年撒出終極嘅種子啊！ Part 3郵輪部門訪問之 AA 夫婦近身助理及迎子篇。好啦，又到咗郵輪部門訪問嘅時間啦。今次訪問嘅係 AA 夫婦近身助理同迎子，資訊量超大，詳細版本請大家重溫主日啦。呢度同大家快速列點睇睇啦。1. 近身助理嘅責任，讓智恩無後顧之憂咁全程投入侍奉。大家都知道3場 Proclamation Concert 絕對係郵輪之旅嘅重點，而且智恩仲要身兼2職帶領聚會，即係要同時兼顧領詩同 call 位，真係唔簡單。所以就有 AA 夫婦近身助理嘅出現啦。助理會幫智恩同小瑞處理各種生活雜務，務求盡量減輕佢哋嘅負擔，可以全心侍奉。事實上，智恩為咗以最好嘅狀態帶領聚會，犧牲咗唔少自由時間。佢寧願同 Aiden's Band 屈喺房輕鬆下，都唔會四圍走，保留體力同心力。甚至連大家最期待嘅石垣島，智恩都自覺要早啲返上船休息，以免影響到第2日嘅聚會啊。所以佢只係留咗半日就提早上船啦。10萬倍祝福智恩嘅付出啊！2. 近身助理之2、3事，事前預備、膳食、人手等等嘅安排。之前419-614嘅雪的聚會 ，Touchwood 有咩甩漏都仲可以去 7 買支水叫個 Foodpanda 啦。但係今次一上船就已成定局啦，所以助理們都要提早預備好晒所有可能會出現嘅情況，可能需要嘅物品，連杯麵都要計晒 music team 隨時肚餓有得食，買咗108個啊！哈！上船前做足準備，上船後就隨機應變啦。例如同船公司夾，配合智恩同樂隊嘅時間預備食物，又或者大家去完石垣島有少少燥熱，竟然有助理一早喺香港買定幾 pack 龜苓膏同清熱號，原來係小瑞安排嘅超前部署，超勁啊！後嚟助理們發現，每日都有唔同嘅突發需要，有時要暈浪貼，要膠紙，有時場地太凍要暖包，有時太焗又要風扇喎，所以大家決定整個隨身百寶袋，乜都有啲，有咩事都可以盡快支援啊嘛。
最後助理們補充，雖然話就話住係幫輕 AA 夫婦，但事實上作為領袖嘅近身助理，最幸福嘅當然係可以近距離觀察佢哋嘅行事為人，學性格、學策略。真係讚晒啊！3. 邢子為 Aiden's Music Team 建立自信同士氣。所謂人靠衣裝，對於一班初侍奉嘅小獅子嚟講，有套靚西裝，隆重其事，個人都自信啲啦。所以嫲嫲牧師特別私人贊助 Aiden's Band， 人人有靚西裝、靚皮鞋，讓大家可以極速 build up 自信同士氣。哇！10萬倍祝福牧師嘅愛啊！就係咁，邢子部就成立咗啦。唔止幫 Aiden's Band 處理服裝、化妝、髮型，仲幫晒成個 music team 配備3套相同風格嘅服裝，由頭到腳同大家執得整整齊齊。今次上船一共有3場 Proclamation Concert， 每人都有3套衫，淨係運輸都經已曲折離奇啦。事源係為咗運送咁多套靚西裝，邢子部特登訂購咗一堆衣櫃款式嘅膠箱，點知順豐竟然將其中一半送咗去台灣喎！哇，咁大個人都未聽過送貨可以送錯地區啊！於是邢子部就要咋臨再落單，點知又俾官方集運整唔見咗喎！最後嘅最後，兜兜轉轉，無論係去錯台灣嗰批箱，定係無啦啦唔見咗嗰批，都突然喺最後一刻揾得返，順利收貨。哈，係嘅，總要有啲情節至可以塑造性格。另一個難題就係咁多衫咁多箱，但邢子部係由一班超斯文嘅姊妹組成，點搬得喐呢？答案就係揾支援啦。Pre-trip 嘅時候有班哥哥叔叔出手，最尾一日又有10A 嘅小獅子齊心協力執嘢，真係好133啊！最後值得一提，3場 Proclamation Concert， 邢子們都要由10點做到6點，完咗之後仲要幫小獅子卸妝護膚或者執乾淨工作室，預備第2日嘅工作。有啲媽媽仲要犧牲埋同小朋友相處嘅親子時間，真係好感動嘅。相信神百倍祝福大家嘅付出。好，最後嚟個重點回顧，加深印象啦。1. 極致嘅品質嚟自配得嘅性格同恩膏，石安能夠每樣侍奉都做到極致，關鍵嚟自牧師教導弟兄姊妹建立似神配得嘅性格。而小獅子世代就係願意完全相信牧師嘅分享，學習佢嘅審美同喜好，呢種品格咪令佢哋配得成為成全恩膏器皿，凡事盡都順利咯。2. 聘禮就係新婦被提嘅最後標記，以色列嘅新郎會提早1年送聘禮俾新婦，等佢有時間裝飾整齊，所以新婦一定知道準確嘅婚禮時間啦。當富足臨到，就係新郎為新婦下聘禮，咁樣倒數1年就係行禮被提嘅時間啦。3. 郵輪部門訪問之 AA 夫婦近身助理及邢子篇。AA 近身助理部同埋邢子部喺整個郵輪旅程面對各種超頻挑戰，但佢哋本住為保護受膏者賜恩嘅心，盡力做到最好，成功克服各種困難，成就出郵輪侍奉嘅美好見證。10萬倍祝福嫲嫲牧師同賜恩啊！最後我哋一齊宣告3次啦！感謝神帶領我哋133同心侍奉神，感謝神帶領我哋133同心侍奉神，感謝神帶領我哋133同心侍奉神。